开示悟入，自是佛的知见啊，我辈不退。若作此解，乃是呢谤经啊，毁佛也。所以这个六祖就讲，那个开示悟入啊，是在跟我们讲，不是佛，这不是每跟佛讲的。认为呢是佛的知见的话，那么这样呢，就已经呢在谤经毁佛。彼既是佛呢，以具养知见，既然已经呢证悟本性的，就叫成佛。那么已经具备了知见，何用呢更开？不用呢再开示悟入。那么如今呢当系佛之见者啊，实汝自心。所以佛的知见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真心啊，我们自己的本心。正如为佛，我们自己的心呢就是佛，已经没有在别的佛。盖为一切众生啊，自闭光明。我们的一切众生呢，自己蒙蔽自己的光明，那个自信的光明都蒙蔽了。贪爱嗔戒，我们对凡尘的景象都产生贪爱，贪爱嗔戒。外言内扰，外面的那一些尘相，内心呢扰乱不安。就是内心想要，然后外言在诱惑，然后甘受驱使啊，我们就这个甘愿接受那一种驱使，受到物质的那个奴役。我们本来呢是在使用这个物质，可是呢这个我们一追求超过了变成当物质的奴隶，想不想？我们就变成工具，本来是可以当家做主的，那我们呢一变成这个贪这个物质的享受，我们那个佛性就很委屈了。身体要享受佛性就委屈了，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把主人请出来当家。电脑它是真的从三昧起。种种苦口欠令取习，所以这个六祖就讲，这个释迦牟尼佛从三昧起来，示现在凡尘，然后